跑馬拉松好刺激，你有冇諗過將跑步熱情同旅行結合？馬拉松唔單止考驗耐力，仲係探索新地方、享受多元文化嘅好機會。我哋會介紹幾個全球精彩馬拉松賽事，每個都有獨特魅力。等我哋一齊探索呢啲唔止係比賽，仲係難忘旅行嘅頂尖馬拉松。伊斯坦堡馬拉松係世界上唯一橫跨亞洲同歐洲嘅馬拉松，由亞洲區起跑，經過7月15日烈士大橋，喺歐洲區嘅古羅馬賽馬場終點。呢條路線穿越咗好多歷史地標，景色壯麗。想像一下喺流心湖畔跑步，四周環繞住白雪覆蓋嘅山脈。瑞士城市馬拉松流心站會帶你經過交通博物館、霍爾夫半島、盧塞恩足球場、文化會議中心同埋老城區，每一步都會被流心嘅壯麗景色感動，突破極限。秋天係北京最靚嘅季節，長城馬拉松結合咗挑戰性跑步路線同壯麗景觀，參賽者會穿越古老長城段落，感受陡峭階梯同山巒起伏。呢場比賽唔止考驗體能同意志，仲係文化之旅。準備好挑戰自己，喺歷史長廊留低足跡。長榮航空馬拉松喺台北舉行，吸引世界各地嘅跑者。賽事包括全程馬拉松、接力馬拉松同10公里賽跑。路線經過台北101同國父紀念館，邊跑邊欣賞台北美景。香港有好多跑步盛事等緊你參加。動感亞洲越野跑步比賽今年再度回歸，越野跑愛好者千祈唔好錯過。淺水灣站賽是將於2025年4月26日舉辦，有9公里同14公里個人跑可以揀。西貢越野跑賽事2025年4月12日舉行，有12公里或18公里選擇。路線由技術性山徑到風景優美郊野公園道路，啱晒各類跑手。等你喺香港繁華都市之外，感受自然之美。